为基督耶稣被救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，写俾予咱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、同小妹阿菲亚，并甲咱同做兵的阿基布，以及甲恁厝的教会，愿恩惠平安对上帝，咱的爸，甲主耶稣基督归予恁。我祈祷的时阵，提甲你，常为你感谢我的上帝，因听讲你的爱心，并你向主耶稣甲众圣徒的信心。愿你甲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，予人知影恁各样善事拢是为基督做的。兄弟啊，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，大有得安慰，因众圣徒的心对你得了畅快。我虽然靠着基督，会当放胆吩咐你好义的事，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阁是为基督耶稣被救的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，就是为我伫困锁中所生的后生阿尼西莫求你。伊从前甲你无有益处，但如今甲你我拢有益处。我即马打发伊亲自转去你遐里去，伊是我心上的人。我本来有意将伊留落来，伫我为福音所受的困锁中替恁侍候我，但毋知影你的意思，我就无愿意安尼行。叫你的善行，毋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伊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到伊。无过是奴仆，乃是权贵奴仆，是亲爱兄弟。伫我实在是如此，何况伫你呢？这也不辜是按着肉体讲，是按着主讲的。你若以我为同伴，就收纳伊，如同收纳我共款。伊若亏负你，或欠你啥物，拢归伫我的孝顶。我必偿还，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。我并不用对你讲，连你家己也是亏欠伫我。兄弟啊，望你互我伫主内因你得快乐，并望你互我的心伫基督内得畅快。我写批互你，深信你必顺服，知影你所爱行的必过伫我所讲的。此外，你阁爱甲我预备住处，因为我毋望借着恁的祈祷，必蒙恩甲恁迄边去。为基督耶稣甲我同做感觉的以巴弗问你安，甲我同工的马可、阿里达古、地马、路加也拢问你安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伫你的心内，阿门。